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逆，听声音听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 嗨，肯尼。你是不是走错棚？走错集了。因为我还在想你在 Barbie 那一集里面叫肯尼。Yes。好啦，开箱。今天呢，我跟你要来挑战介绍一部难度很高的作品。我要先深呼吸一下，深吸一口气。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还没准备好啊！我来吸个薄荷，等我一下哦。到底是有多难啦？好啦，不开玩笑了，我们要来介绍的呢，就是前阵子话题作品《奥本海默》（Oppenheimer）。它是呢现在影史上传记类电影的全球票房冠军。噔噔，在介绍电影之前呢，一定要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重要灵魂角色，就是谁？导演。相信在台湾的观众一定非常熟悉，就是英国籍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来，这个伊克栗子姐姐，请你用英国腔来念一下。Christopher Nolan， 这样可以吗？对，不是卤蛋哦。Nolan， Nolan， 你不怕被听众朋友打是不是？好，然后呢？好了，这位英国导演呢，他把卖座电影呢跟艺术电影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他的作品累积了有50亿的票房成绩耶！噔噔，对，做得很好，这个音效哦，谢谢。连《阿凡达》那个谁知道那个导演詹姆斯·科麦隆也赞美他。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挑战，来介绍一下他的最新作品《奥本海默》。我跟凯翔其实都蛮喜欢 Nolan 的作品，所以在开始讨论这个奥本海默之前呢，我当然有做功课，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位好莱坞的亿万级票房导演的电影特色。哇塞，有什么特色呢？例如他的主角内心通常都有强烈的矛盾与纠结。马该伊斯诺，例如呢，像是这个，他有拍过蝙蝠侠3部曲。那早期呢，布鲁斯韦恩就是 AKA 蝙蝠侠，是一位被大家崇拜无敌的超级英雄。重点来了，就是说他是一个被大家崇拜无敌的超级英雄。没错，但是呢，诺兰他拍摄的这个布鲁斯韦恩就是 AKA 蝙蝠侠，他是一个有恐惧、有弱点，也会被敌人痛击，然后呢，也要去学习面对自我的恐惧。对，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无敌的超级英雄而已，他其实看到的就是他有内心那种强烈矛盾纠结的那个面向。猛抽。还有呢，诺兰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就是全面启动 Inception。 对，怎样？里面呢，这个男主角呢，他在梦中无往不利嘛，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他却是怎么样？你看，家庭破碎，走不出这个丧妻之痛。所以呢，你看他在角色的设定上，他们都不是完美的英雄。对，再来我要讲第二个特色就是它的剧情通常会基于科学理论来呈现真实感。像是呢刚刚说到这个全面启动嘛，它的故事呢，它的概念呢就运用了这个心理学，没错。然后呢，还有它另外的作品星际效应，超好看。它的故事的概念呢是运用这个相对论。对，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天能，超难。它是运用了热物理。真的，对，所以诺兰运用了真实的科学理论来建立故事的概念，属于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的硬科幻分类。再来就是他擅长运用多条时间轴同时进行的手法来说故事。所以呢，看导演诺兰的作品的时候啊，必须要非常认真，而且很专心，才能勉强的跟上，而且是勉强哦。而且一直到最后呢，才会像那种拼图一样，把故事的全貌把它拼凑出来。对，除了隐藏在剧情里面的一些科学知识啊，还要记得主角们他们出现在哪个时间点啊，不然呢，一不小心就会错失一些很珍贵的讯息。对，所以就会有粉丝啊，就是说看他的电影
都要先喝了再上。什么意思？就是要喝咖啡的意思，或是要喝个 Red Bull 的意思。哦，就是要提神，怕睡着，是不是？ Yes。 你觉得我们这样讲对 Nolan 有尊敬吗？其实应该这样讲啦，因为他的作品资讯量很大，所以大家都说他的作品很烧脑。对，所以你刚刚说粉丝的意见是说要先喝了再上，对不对？对，需要动脑筋啊。我觉得喜欢的就喜欢，就会去朝圣，不喜欢的就不喜欢。当然毋庸置疑的 Nolan 的粉丝很多，所以只要 Nolan 一推出新作品，就会有粉丝跟影评大篇幅的来分析跟讨论。没错没错，你看有些人呢就像我一样，你看诺兰电影之前呢要先去爬文做功课啊，然后呢看电影过后呢也要爬文做功课才可以这样呢才能更深刻的知道电影在演什么。我都不记得我以前上课有这么认真呢好，不过呢我们说了这么多，诺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喜欢使用大篇幅的 IMAX 底片拍摄。从蝙蝠侠系列开始，他几乎只用 IMAX 底片拍摄电影，这 OK 吧？对不对？当然奥本海默也成了影史上首部 IMAX 规格的，注意，人物传记电影。哦，因为不会有人想要用这个 IMAX 底片来拍这个人物传记电影，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喜欢看电影的人都知道，你看这个 IMAX 的萤幕通常都是用来呈现大场面，对，例如说战争的爆破啊，或是飞车追逐啊，你看像蝙蝠侠系列，还有不可能的任务，这系列就很适合在 IMAX 看。对，那诺兰呢，他有特别说明为什么连人物传记都要用 IMAX 底片来拍摄呢？就是因为他希望奥本海默里面的每一个演员细腻的脸部表情，你看我的表情怎样？好细腻哦。都可以在 IMAX 被观众来欣赏。对，所以呢，像我还有一颗梨子姐姐，都特别选这个 IMAX 影厅来看奥本海默。对，我第一次离这些科学家的脸这么近呢，那个爱因斯坦的脸有没有超近？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爱因斯坦的脸，有没有非常细腻的那个脸部表情？有没有？对，说到这个啊，这部电影出现的科学家非常多，超多，我都不记得他们是谁了。而且呢，像我其实是蛮脸盲的人，就我记人很难记。然后看到这边之后，我就觉得哇，人好多哦。到底有哪些科学家？我们等一下再分享。我先回到奥本海默，他跟 Nolan 以往作品很不一样哦。这是 Nolan 第一次拍摄人物传记，就选择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还原他主持研发原子弹计划的前因后果。没错。那我们这一次的剧情简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口吻？因为这个奥本海默里面啊，他们有一个声音设计，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就是那个脚一直踩地上，是不是？然后营造一个很紧张的气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点紧张的气氛。我觉得你这是在跳踢踏舞哎！他那个其实画面的营造真的是很有感觉，因为他给大家一种压力。对，那我们就来开始用你刚刚说那个节奏，是不是？好哦，你先。Let's talk。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科学家奥本海默跟政府指派去执行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科学家奥本海默被政府指派执行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你的脚。期待等按到战斗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功做出原子弹。脚。他带领优秀的科学家们，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子弹已得到日本广岛同重启，同时也表示二次大战就按呢结束了。当原子弹投放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同时也为二次世界大战画下了休止符。人工是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他开始启动自家的追击动态，未限于真此恶掉。加个人生有人知道公路动态，未有人知道其动机恶。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却开始陷入了罪恶感与政治恶斗，他的人生也带来了毁誉参半的评价。
哇，脚好酸哦。好了，可以停了。好累哦。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额头有冒汗的，你有觉得吗？我们如果去参加什么游戏呀，一定会输。对啊，什么玩那个什么给我个 tempo 有没有？那绝对输的哦。哇，大家知道我们刚是真的一边那边介绍剧情，一边用脚在那边做音效。好的，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难度。难度1。它历史背景相当复杂，我们要先了解的是，首先是西班牙内战，再来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国与国之间的紧张情势，还有2战时期纳粹整肃犹太裔科学家，让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四处流亡的历史背景。最后呢，是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这些都是当时奥本海默经历的历史事件。光听到历史事件，哇，就难了。我看完以后呢，真的还需要回去，就是重新去温习那个历史课本、历史事件啊，还要去重新 Google 一次。真的，这是难度1，对不对？它还有个第2个复杂，我觉得是难度2，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多条时间轴。因为导演把那个奥本海默的一生它拆成黑白与彩色交错的3个时空。以前我们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啊，很习惯就是回到过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在颜色上面做变化。对，但它现在不是哦，它不是只是什么回到过去我们颜色改变，它其实是用黑白与彩色这样交错成3个时空。好，第一个时空像是问答题是不是？第一个时空是彩色的画面，主角奥本海默在1924年的时候在剑桥求学，那一直到他主持原子弹研发计划，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最后晚年呢被总统 Johnson 颁发费米奖，是奥本直线叙事的人生旅程。我来补充一下，相信大家会对这个费米奖有疑问哦。费米奖呢，它是美国科学界的终身成就奖，对，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也算是给奥本的平反。真的，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耶。好，我要来讲第2个时空，这颜色很特别。第2个时空问答题 again。第2个时空背景画面呢，色调偏蓝绿色，是1954年呢，奥本海默被秘密审判，当时许多同事与朋友出席作证，却仍然无法替奥本海默洗刷莫须有共产主义的指控。对，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当时真的气得牙痒痒的哦。第3个时空，哎呦，Q 我。第3个时空呢，背景就是黑白画面，是1959年小劳勃道尼饰演的那个路易斯史特劳伦斯的主观镜头。他是2战后美国发展核武器的关键人物哦，美国原能会的创始委员。故事从他认识奥本海默开始，一直到他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也是一段故事揭露了原来是史特劳伦斯主谋了那场秘密听证会，来陷害奥本海默。3个小时的电影横跨了奥本海默40多年的生命历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主角从年轻的奥本海默演到老的奥本海默，非常的精彩。没错，那这3个时空背景呢，经由导演诺兰的交叉剪辑哦，交叉剪辑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它不是一个直线的，好像从小看到大，或是从年轻看到老，它就是哇，一下前面，一下后面，一下前面，一下后面。对，所以对许多观众来说呢，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以科学家为主题的传记型电影，好莱坞也拍过蛮多的哦。对，像之前那个《美丽境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超喜欢。对，它是改编自数学天才约翰纳许的故事。我真的很喜欢《美丽境界》A Beautiful Mind 这一部电影，还有一部。大家一定知道，当时也是讨论度很高，《爱的万物论》也是超有名的，讲的就是史蒂芬霍金的故事。你知道吗？有一年呢，我去那个 Cambridge 的时候，我还幻想我会不会在街上转角遇见他。你说在剑桥，然后剑桥街上吗？对啊对啊。然后遇见他之后呢，我就会很害羞的远远的看他。什么意思？你到底要干嘛？你至少要一个签名照吧，就拍照啊加签名啊。说真的，他真的太崇高了，我真的不敢。
是一个看到那个偶像或是男神的感觉，是不是？对，好，还有一部电影是特斯拉，那就是在讲交流电之父特斯拉的故事。还有居里夫人放射永恒，讲的就是居里夫人突破性别框架，成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科学家。现在是在讲相声吗？我们是吗？您太客气了，你别挨骂了您。人物传记型的影视作品呢？您不用这么刻意啊，不用继续了，是不是？是，哈哈。像我们刚刚分享这些电影啊，通常都是让观众一起顺着人物的生命历程来认识电影里面的主角，对不对？对。那观众呢就可以顺的看下去。不过诺兰他在处理人物传记的时候，就是3个时空在那边接来接去，跳来跳去。对，Nolan 他曾经在被采访时的时候有提到啦，他本来就对时间的概念很着迷。注意哦，他很着迷，尤其是电影里的时间感啊，主角们过了多久的时间，对观众来说其实很模糊啊。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你看这个导演，他是不是很可爱？对，所以呢，他的作品里同时有多条时间线前进，故事看起来就变立体了。不过看的时候真的要很专注。对，但这也是他的特色了，真的。还有人把诺兰代表作里的时间线做整理，像是那个记忆拼图，有2条时间线，2条，感觉上还可以承担。对，然后顶尖对决有4条，有点难。再来呢，全面启动有5条，看的时候要很专注，越来越多，而且全面启动它每一条的时间速度都不同哦，所以是超烧脑的。真的。对，那相对呢，我们的新作《奥本海默》分析起来只有3条时间线，是不是好像好一点哦？对，但其实难度很高哦。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的电影里面出现非常多的科学家，是非常非常多。对，常常会认不出，这位是那位是哪位？尤其是很多科学家呢，都是一闪而过，只有爱因斯坦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爱因斯坦的脸我们好像比较熟哦，所以里面从头到尾就说他是爱因斯坦，其他都全部都不认识。不过说到这我要好好来讲一下他们，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你看我们刚刚都说不认识，真的很没礼貌所以我们看完电影之后还特别做了一些搜寻跟比对，你看是不是看完 Nolan 的电影又要开始做功课？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7位影片中出现过的科学家，7位很适合组成一个流行偶像天团之类的对，像是第1位呢就是我们2个都知道的，然后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等等，他荣获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他很好认对，他的发型造型大家应该一看就知道了。对，那第2位呢是奥本海默，他非常崇拜的量子物理学大师波尔，他在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的造型我有点想不太起来。我只记得名字。对。第3位提出不确定性原理，获得1932年诺贝尔奖的海森堡，他是奥本海默呢欧洲求学时认识的。第4位呢是奥本的同事劳伦斯，他发明回旋加速器，获得1939年诺贝尔奖。你说这样谁会记得？已经开始要耳盲了还有第5位是戏份比较多的，他都在奥本的身边，然后他是奥本的好朋友拉比。对，拉比不是大厅是拉比是他名字。你很幽默那他因为核磁共振的技术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奖。再来第6位是在研究中跟奥本起冲突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没有斯哦你刚刚是不是有点嘴抖？我刚刚看到你嘴巴那边抖，因为你很想念爱德华·泰勒斯没有斯。我要介绍第7位哈。第7位呢是物理学家理查·费曼，在研发原子弹的团队中出现，他也是1965年诺贝尔奖的得主。我们讲起来很轻松，不好意思哈，是
诺贝尔奖得主。所以你看，在一部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么知名的科学家，而且其实还有好几位，但碍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对，那刚刚听下来呢，对物理科学有稍微有研究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哦，能在电影中看到这些人，真的都是物理学的天团等级啦，超级天团。对，他们呢都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所以呢，电影里面的台词内容啊，大多都跟艰涩的科学有关。那我听的都会头昏脑胀。我是不管听得懂或听不懂，我就直接跳过。就因为这部戏呢，它的历史背景复杂，人物过多，台词的资讯量又过载，有不少的观众期待看到原子弹的爆破场面，可是还没有撑到那个试爆的时候，因为那很后面嘛，你知道，就睡着了。对，大家都期待那个爆破，对，但我没有，因为我也在等那个爆破，我说哇，我一定要看到那个瞬间，对，我没有睡着，而且我很认真在那边吃爆米花，然后一边认人，哦，他是爱因斯坦。哦，他是波尔这样子，对。然后那些看不懂科学的讯息啊，我就是把它当跑马灯这样跑过去啊，就从前面一直这样跑过去跑过去。但就算听不懂那些知识，我觉得也不会影响剧情。这倒是真的。对，所以我是有撑到最后的，也一直在等那个爆破的画面。是。但不得不说，那些爆破的画面呢，用 IMAX 看真的很过瘾，是不是？对，爆炸后的那个火焰啊，然后伴随一些飘散的粒子啊，可能是灰尘之类的。但我觉得它很美，很诱人，也很震撼。所以当我在赞叹之后回到现实，我却又觉得好像很矛盾。为什么？因为它很美，可是它同时也很危险。我觉得你说到重点也是这部电影里面那个奥本海默的心情跟心声。不过说到刚刚爆破，对不对？你知道 Nolan 是出了名的不爱用电脑特效，光拍摄这个原子弹爆炸或画面中那个原子中子的运动，有没有觉得很厉害？讲出很难的字，原子跟中子。我只知道原子少年跟中子少年，有中子少年吗？没有。总言之，他拍摄这个爆炸的画面，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设计。说到这呢，除了爆破跟科学画面之外呢，文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导演根据奥本海默的自传，你知道总共有1136页的书，把它删减浓缩后转化成3小时的电影作品，所以呢，这个里面的台词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这本自传。我的天，如果这样的武器带到世界上，有可能会把世界炸掉，嘣嘣嘣！等一下，你现在在装什么 ABC 枪啊？所以你这是在演这些科学家讲中文是吗？对，奥本海默还会说，想想看，如果是纳粹先制造出来的呢？还有一句，等一下我不喜欢大规模毁灭武器变成300年物理学的巅峰。对。这句台词是出自奥本的好友科学家拉比，注意不是大厅。我学你刚刚。那这位科学家呢，他因为坚持不让科学沦为杀人武器的帮凶，所以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加入原子弹研发计划的团队。而这句台词呢，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重要，他带出了科学家的人文思想，他们其实想要追求物理学的真实，却在战争中研究出杀人的致命武器。要是你是奥本海默，你觉得你会制造原子弹吗？我会制造原子少年。没有啦，开玩笑。什么？这真的很难决定尤其是身为天秤座犹豫不决的我来说，我一定会犹豫到脑袋爆炸。但是如果我是奥本，我想我应该还是会吧，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被纳粹毁掉。另外呢，如果发明可以作为警惕的话，我觉得可以抢先那些想拿危险武器伤害世界的人，先告诉大家这是危险的。Don't do that, don't that.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想过，因为我看完电影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沉重。我就在想，如果是我会吗？我觉得我也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暂时的紧张局势下，那是当时国家迫切需要的啦，所以总是要有一个人出来做这件事。虽然说看起来是研发武器，但是研发武器是为了制止战争。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他不是为了要继续战争，所以在剧情中你有看到吧？有一派的科学家是不希望原子弹投放的，没错。那这段对立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对，所以呢，才有那句在电影中出现的经典台词：“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其实我看到这一句台词的时候，我心里还蛮难过的。对，那这是奥本海默在晚年受访的时候亲口说出来的话，显现出他因为研发原子弹有极大的罪恶感。所以呢，电影的后半段，奥本海默跟杜鲁门总统会面的时候，奥本海默他是反对继续研发核武的，因为这群科学家研发原子弹的初衷是单纯想要阻止战争，但是接下来战争结束后，却开启了世界强国的军备竞赛，那当然就不是这群科学家想要的结果嘛。所以我说，确实是真的有点悲伤。但是如果不讨论当时的战争哦，这个1900年代呢，是物理学的黄金年代。光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些科学家，你看就不得了了，就已经推进了物理学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只能说这些科学家呢，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回到电影本身，为了让这个奥本海默的细节可以更真实，那导演呢在幕后花絮还有分享，就电影里面的科学家灵演呢，都是特别找来真的科学家来客串的。这真的超酷的。他们聊的内容呢，大多也都是真的跟科学有相关的。对，因为其实那些声音并不一定真的会很清楚，就是有点像是那个背景声，所以他们就可以聊，然后我们也不是很理解他们在讲什么，但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去听，他们真的是在聊科学的内容这样子，所以这些人连聊天都不离科学，果然是聪明的科学家呀。Let's talk。今天的剧透课语就要来教大家聪明的客语怎么说。聪明在客语的四线腔是说进，海陆腔进，怎样？是很可爱。对对对，好。那还有呢，延伸你好聪明哦，就会说懂进。海陆腔你懂进。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客语，就是金露露诶。听起来好可爱哦，金露露诶。金露露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精明的意思。我要加强解释，刚才是不是说到聪明？是。聪明是什么？金，然后加上一个叠字，露露诶，那就是很精明。金露露诶，对，海陆腔也蛮特别的，金露露。金露露，是的。哇，一颗栗子姐姐，你今天真的是看起来金露露诶。只有今天是不是？所以我今天看起来金露露诶，对，然后我今天看起来金露露是吗？是。所以昨天看起来就没有金露露是吗？昨天可能是另外一个说法。谢谢。对，因为很精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OK。四线腔的客语呢，叫做金呱呱嘞。海陆腔金呱呱个。金呱呱对，所以我昨天看起来金呱呱今天看起来金露露，没错。还有长得很聪明也有客语哦。长得很聪明的客语呢，就是金头金面。这个我知道啊，中文就是金头金面，海陆腔金头金面。对，那这个呢，就是如果一个人长得很聪明的话，看起来很聪明的话，你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四线腔，金头金面。”不是你这个人海陆腔，金头金面。那一个人如果看起来傻里傻气的，四线腔的客语有一个说法就是憨头憨面。那海陆腔就是憨头憨面。对，这个人看起来傻里傻气的要让您看起来憨头憨面。了解您看起来憨头憨面。对，那如果一个人看起来聪明中又带点傻气，所以我们会怎么说？板景就一半一半。对，所以海陆腔就是板景哦。等一下，什么叫做聪明中又带点傻气？这什么意思？可能就是应该是像我这样子的人吧，就是我不止聪明中带点傻气，我还带了一点帅气。好的，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哈嘎发。聪明四线腔，进；海陆腔，进。你好聪明四线腔，懂进；海陆腔，你懂进。那如果我们刚刚说过很有趣的说法，也很可爱的说法，很精明四线腔，金露露诶，海陆腔金露露，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对不对？四线腔金呱呱嘞，海陆腔金呱呱个。你这个人长得很聪明，四线腔金头金面，
海陆腔镜头镜面，傻里傻气的四线腔，昂头昂面，海陆腔昂头昂面。那刚才有教过了，聪明中又带点傻气，四线腔板井昂，海陆腔板镜昂。复习到最后，我来分享一句跟今天学的课语有关的俗谚语，就是露骨撵泥，静音又啰啰，昂音又昂佛。什么意思？聪明的人呢，自以为聪明，反而多劳碌；这个笨的人呢，老老实实的做事，反而有福气。啊，这样我要犹豫了，你要当金人还是翁人？我要学你，我要当那个聪明中又带点傻气的，就是板镜龙。